為加深本澳學生對歐琴創科領域與科技產業現況以及行業發展及就業前景嘅了解，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及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早前合辦2場歐琴創科新機遇生涯規劃講座，吸引嚟自20間學校近350名師生參與。講座中，多位高新產業嘅業界翹楚現身說法，分享產業喺歐琴嘅發展機遇、個人就業及創業經驗。今次嘅講座咁對住好多唔同學校嘅學生啦，我覺得係一個好機會嚟嘅，因為始終可以俾到創新科技，俾到年青一代去知道後邊嘅發展，令到佢哋對後邊嘅職涯規劃更加有幫助。因為其實而家所有嘅學生啦，呢個時候都係一個迷茫期嚟㗎。好多時候佢哋要更加多唔同嘅資訊接收到啦，咁佢先知道後邊嘅發展邊個方向令到佢最好。另外就係今次嘅活動更加好咁樣去分享到啦，佢哋後邊唔單單淨係澳門嘅發展啦，點樣連同大灣區提前去規劃到喺佢本身自己嘅職涯上邊呢？就今天我主要是跟同學們分享說機器人和智能體一些科普的知識和我們研究的現狀。我們的機器人現在還沒有服務到每一個地方，我們現在包括家庭裡面用到的機器人還很少。如果有更多的年輕人能夠投入這個行業的話，那就對整個社會，對我們的年輕人也都是一個很好的地方。期間，學生們亦就可善用嘅科技及人才政策及資源、選科與就業探索、升學期間嘅實習機會等問題向嘉賓取經，對時嘉賓都一一作出解答，為師生呈現歐琴科創職涯嘅嶄新路向。從一開始嘅呢個 AI 大健康，再到人工智能嘅發展，再逐漸咧到文化 IP 嘅創新啦。其實我係有少少震驚嘅。咁咧，你可能咧喺以前咧，你問我你以後咧想讀啲乜嘢啊？你以後想做咩工作啊？咁我可能淨係識答你咧，可能做醫生啦，或者做咩科學家啊、警察呢啲職業。但係咧，我到咗今時今日咧，我發現其實呢個世界已經變得好唔一樣。我哋可以選擇嘅方向好多，可以選擇嘅職業咧，亦都好廣啦。我覺得呢個講座係好有意義嘅。咁聽咗3位分享人嘅介紹之後呢，我見到咗澳門同橫琴有好多機會啦，可以令我讀完大學之後會翻嚟澳門做嘢嘅一個諗法。因為我有響到學編程，所以我對呢個議題其實係好有興趣。見到澳門政策其實係對 AI 有一個好好嘅優勢喺度嘅。我哋一直都鼓勵同學及早去展開佢哋嘅生涯規劃啦。過程中呢，希望佢哋去多啲了解升學同埋就業嘅資訊啦，做好充分嘅準備啦。咁希望同學意識到咧，機會永遠係留俾有準備嘅人嘅。咁喺選擇升大選科嘅時候咧，咁我哋都會建議同學綜合考量自己個人嘅興趣啦、能力啦、職業發展嘅路徑啦，以及係大灣區嘅機遇嘅。今次歐琴創科新機遇生涯規劃講座，已係教青局及科技基金第3年攜手合辦，以歐琴創科為題嘅講座。每年活動均獲參與師生嘅良好反饋，亦都反映咗本澳中學生對生涯規劃意識及科創領域嘅興趣與日俱增。